最近全台湾有一波 Me Too 的运动哦，行政院嘛按算讲8月要提出性平三法的修法草案。民进党立委今仔开公听会，指出讲目前性骚扰申诉机制的空棚。立法院的朝野党团下晡买来针对性平三法的修法，敢要伫临时会来处理进行协商。Me Too 国家全台受害者拢站出来发声，前高雄市长陈局办公室主任洪志坤是第2摆和女性指控性骚扰，在暗时个发文回息咧，表示会带着忏悔反省之心，一直到生命尽头，诚恳面对自己的错误，诚恳的向当事人道歉。那我也请大家所有被指控的加害人哦，那不要再说没有意图。行政院按算8月提出性平三法修法草案，朝野党团立委也要提出各自版本，12先开公听会，找来主管机关甲专家检视即马性骚扰申诉机制漏洞。罚再重，想做的还会做。重点不在罚，我调查那么多个案，每一个被害者跟我讲说，他不是要被害者行为人被罚，他要的是行为人不要再犯。今天一直要强调，马上要建立在修法里要说的当事人的协助，不管申诉或不申诉，都要调查。骚扰的特殊类型性骚扰，都要一并的在中央层级的反歧视做一些琢磨，不但要统一事权，也拟具有全国一致性的措施。那每年都要有一个逐步改善的进度跟工作，而且最重要的还要对国会负责。许多国家都有类似的，相对的，在地方自治团体跟其他公法人也要有一个对应的。学者指出，修法方向应该用三法做基础，补足当中的缺漏，也建议参考欧美等国的做法。劳动部长柯明春则伊表示，会就立法无够的所在别就补强，针对申诉制度建立指引，让受害者能勇敢来求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